愿上帝怜悯阮，赐福予阮，愿以用仁慈款待阮，通互全世界知你的旨意，互万国捌你的救恩。咱三角来吟诗272首，阮爱上帝圣殿。会众请起立吟全首。咱游玩起来，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前来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上主，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徒的相通，水下的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今仔日的启应文第19篇，上时是诗篇84篇。万军的统帅上主啊！我恋慕上主的殿宇到要昏去。万军的统帅上主，我的王，我的上帝啊！赤鸟啊，伫你的祭坛边做寿。徛起伫你的殿宇的人，真有福气。对你得到快乐的人，真有福气。因经过打扫山谷，拢变做泉源。因哪行哪有力。万军的统帅上主啊，求你听我的祈祷。保护阮的上帝啊，求你眷顾。伫你的殿宇点一日，我宁可伫我上帝的厝过门。
因为主上帝是日头，是顶白，伊予咱温慧甲光荣。万军的统帅上主啊，辛苦你的人真有福气。咱三甲额头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满心感谢你，因为你属下耶稣基督正做阮的救主，借着基督耶稣的救赎，定死伫十字架顶，流出宝血，担当阮的罪过，佮赐予阮活命佮圣神，互阮会当坦然无惊吓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主，阮感谢你，你是阮的救主，阮的牧者，阮的开力，佫是阮及时的帮赞。主，你设立你属于你家己的这个属灵大家庭，桃园教会，正做你重要的器皿，福音的出口，保守牧者团队甲正中级同工，拢会当忠心徛稳伫主的语言顶面，带领羊群进入教会，正做正信徒的模范。保守你的子民脱离这个世代的邪恶甲诱惑，求圣神开阔属灵的目睭，佮会当看见属上帝的事。借着陈牧师的信息透放，用油抹伊的喙，佮互伊有属灵的智慧，佮有圣神同在，互阮会当来学习。行公义好怜悯的功课，互公的心被打破，甚至互你来更新，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愿你的国降临伫台湾，愿你将王权坐大位，拯救台湾每一个失丧的灵魂，赐予阮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政治甲经济。若是合着你旨意的，求主你来成全。若是出伫迄个歹个，求主你来阻挡看顾。愿咱的同心祈祷，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来看上帝的话，伫以弗所书第6章第10节到20节。以弗所书，以弗所人书吼。奉上帝的名，奉主的名，结尾来讲，恁着点伫主，甲伊溃力的关联来仰仗，着穿上帝全副的战甲，互恁会徛在来抵敌魔鬼遮的诡计。因为咱的交战，毋是抵敌目晦气的，是抵敌遐个办正事的。遐个掌权的，甲即个暗世遮个君王，以及天中派的神类，所以恁用上帝全副的战甲，互恁伫风险的日抵挡为主，到恁已经做成隆重的事，也悠然徛在，所以恁徛起在用真实下药，用义做护心镜，用和平福音陪伴穿伫脚里。第16节，佮用耶信的盾牌，用即个才会拍袂歹的一切的火箭，佮领上拯救的头盔，以及神的剑，就是上帝的话。用各样的祈祷甲恳求，时时伫圣神内祈祷，警醒伫即个，为着隆重的圣徒恳求无野线，也替我求，互我话得开喙，好胆来讲，互人知福音的奥妙。为着即个，我做挂铁链的钦车，20节，也着求。互我伫即个奥妙，为好胆照我所应该讲的。愿主祝福听伊的话，搁去行的人，赞美，请圣歌队伊要赞美的歌是感恩颂赞。
正道，咱请陈牧师，伊要传讲的信息是属灵的武装是全套的，搁较要发挥功能。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分享大声，咱搁一届做伙来感谢。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守护互阮极大的平安。感谢你，差派你的天使天军围雷伫阮的四周围，成做阮的保护。主上帝，阮感谢你，又愿用你的信心感动阮的心，引带阮的脚步来到你面头前，要来听听你的话语。愿主信心，你运行一切中间，启示互阮亮光，成做阮性命的保护以及帮助。阮将等下分享的时间，全然交托伫你，互讲的甲听的白白来得到利益。愿安尼向你祈祷，恳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来，咱在场捌当过兵的，请举手。当兵啦，吼，毋是做兵啦，吼，做兵是夏天去食兵的所在。当兵，来，有当过兵的，好来。牧师较早当兵，我遐看到有查某举手，无人吼。牧师较早当兵的所在是一座油库、油料的即个中心啦，吼，迄属是陆军的后勤的单位。虽然讲阮无属伫战斗的即个单位。总是当发生战争的时，其实阮即个油库也是油料的即个中心，扮演一个真重要的角色。需要这个加油的车辆、卡车啦、战车，甚至是飞弹，拢需要对阮遮来拨油来使用。所以当战争发生的时，南部第8军团或者的部队，拢需要阮即个中心会斗帮忙。总是也因为油库。即个油料的中心，伊是后勤的即个单位，所以伫战争的时，伊扮演即个重要角色。至到讲，虽然无属于即个后勤的单位，其实我当兵的过程非常的无爽快。大人听到讲后勤的单位，拢会想讲，牧师应该过了真爽快，对无？啊，毋是着战队嘛，嘛毋是海流啊嘛，对无？我想讲，牧师应该过了真煞较对，其实毋是。咱知影讲，咱若是两国咧相战的时阵，你要安怎互你的对敌愈拍愈无力？就是将对方的后勤安怎先破坏嘛，先击互倒嘛。所以虽然阮是后勤的单位，总是阮常常拄到即个督导官、督导官的即个关心甲注意啦，吼。即个督导官常常来甲阮探访，即个督导官来甲阮探访的方式呢，将来无需要阮去大门口摆列欢迎行礼。因建摆来甲阮探访、来甲阮督导的时阵，就是互阮全中心的人拢进入即个战斗的即个状态，亲像演习相共款，反正即个督导官拢是经一阮料想袂到的时间，有当时中昼顿食饱，装备烫落来。就倒落去尔，点督导官就来，阮马上就爬起来。饭食到一半，督导官来，喙内底迄喙安那飞出来，卡的，摕装备倒出去演习，常常就是安尼。反正因一到就开始下即个指令，也是讲状况。即个放上头就是讲，猫咪一个扫点火烧，爱有人去处理；猫咪一个所在有迄个。敌人即个入侵侵略爱去处理，反正你会发现讲，规个中心大人拢震动起来，一下防守，一下处理状况，因为阮是迄个油料中心嘛，四个教会拢是油嘛，所以你会看到有人摕灭火器走来走去，有人会使消防车出来。总是伫这个过程中间，互阮上惊吓的一个状况的排除，就是毒气的即个扩散。当即个毒气的扩散的即个命令，即个报达落去的时阵，阮每一个人爱伫3秒钟内，将即个防毒的即个面具戴好，防毒面具啦吼。3秒钟内，咱感觉敢有简单？
即马一个人分互恁一个防毒面具，叫你3秒钟滴就好，恁讲滴会好？滴袂好吗？阮迄时阵要哪滴就好？因为演习时阮拢有滴啥物货？钢箍嘛对无？你得先把钢箍摕落来，然后迄个防毒面具摕出来，滴好了后，钢箍都滴起哩，迄角度还夹落好，3秒钟内做好即个动作，较好算标准。若无你就是定盲安尼。所以当即个毒气扩散，即个指令落来的时阵，往往就是一排人倒伫涂骹，因为3秒钟内要做好即个动作，敢有简单？真正无简单，真正无简单。再加上其他的状况，你做了无好，处理了无好，也是讲你的即个个人单兵作战守则背了无熟，也是讲其他的状况做了无好的时阵，往往就是一群人去互定盲。所以常常，阮的即个中心的编制是一个连，或是一个连的人数，督导结束了后，剩一个排无够，剩一个排无够，所以是5%-4%的人会伫即个演习中间来定盲。最后，即督导官就摕即个成绩单去即个阮主管的办公室，甲即个主管开讲啊。咱可能想讲，听到遮应该结束啊，对无？其实还未结束啦吼，因为死伤侪人，阮毋敢落去休困。所以，当督导官离开了后，全中心的人都集合起来，创一发听，一听即个主管，一甲阮教死。活落来徛一边，头壳翘起的徛一边。你当想象迄个画面偌歹看吼，剩无几个人活的，一堆人去互阵亡去安尼。总是即个主管伊对阿兵哥并袂假是伤久，通常真紧就互大人解散落去休困。通常拢会剩遮个士官，就是下士、中士遮个士官继续留落来，去主管的办公室继续画徛，继续听即个主管的教示。牧师就是其中一个，我当时就是下士，就是班长，所以常常督导了后，我就是爱去办公室听这个主管来甲我教示。见摆这个主管看到我，拢会甲我讲：“哦，经济，你搁活落来啊！你搁活落来啊！”伊话讲我开始活落来啊，因为自我你去部队到我退伍，我毋捌定盲过啦，我毋捌定盲过。所以头过迄3秒钟来滴防毒面具吼，我真正3秒钟内会当滴好，拢也无破我声。好，当然我毋是为着这啦吼，我毋是为着这，总是有一届督导的成绩真正足歹看，真正足歹看，死伤惨重啦吼。迄时阵我算讲是部队内底上老的士官。当然主管看到我讲，你倒是你活落来啊？你哪是迄小强安尼？总是迄一届我的主管真语重心长，甲我讲一段话，我到即马还佫会记得，我都会记得。伊甲我讲，伫我的部队内底，我无需要蓝坡，我的部队内底无需要英雄，我敢需要一个会晓带兵的领导者。你这强无毋对，但是你无法度一个人固守规则的油料的即个中心。你无法度一个人将这个油料拨予每一个单位，你无法度一个人完成这个任务。所以你做一个领导者，你应该爱做的，是予每一个人甲你做伙好好啊活落来，然后甲你做伙来完成这个任务。你爱做的是予每一个人好好啊活落来。真奇妙，类似安尼的款面，伫我做成学生的时，其实地方的牧师嘛，常常甲我讲，经济，我看会出你献身的心志真强，你服侍嘛真温驯，真欠卡。总是我愈较期待是，你会当带青年做伙落去服侍，你爱带每一个人做伙来做事工，你爱带每一个人做伙追求信仰，来得到性命。你毋通家己一个人全包。
家己安尼担起来做。安尼款面一直伫我脑海中甲我提醒，上时改变我久长以来个人英雄的即个主义，即马转变是成做团队的即个作战的方式。即马伫我的观念内底是，每一个人拢应该爱发挥功能，每一个人拢应该有责任。就是现在我犹原是安尼伫思考。类似安尼的款面，其实是旧约的时代，上帝嘛常常通过先知对整个以色列的即个族群来甲因款面。来到新约，就是初代教会时代相款，上帝也通过信心感动这个正使徒，用即个属灵团体，就是教会来哩款面。今仔日咱所读的即个批信，保罗亲像军队内底的即个主官相共款，伊款面以弗所教会，踮伫即个以弗所，即个充满拜偶像、属灵精神的即个所在，教会必须爱伫即个中间扮演伊应该有的即个角色，完成伊应该有的即个任务。保罗的款面并毋是针对个人，保罗的款面是针对整个的信仰团体教会，毋是针对个人，是针对整个团体。假使讲咱若是详细来读这段经文，咱就会发现讲，保罗毋是叫咱每一个人家己去穿属灵军装，保罗是讲整个教会、整个属灵团体爱穿这个属灵的这个军装。对第6章第10节一直到20节，中文圣经出现7摆的这个第二人称复数，咱有看到无？第二人称复数拢是讲你们、恁。保罗无讲你哦，伊是讲恁、你们，拢是复数。过去咱难免会想讲，保罗的意思讲是，敢是叫咱个人爱称？其实毋是。你若是对第1章看到第6章，你会发现讲，保罗讲的拢是整个团体。保罗无你讲个人，保罗讲是整个团体。咱手头若是有圣经，咱做伙并圣经来看。咱摕咱手头的圣经做伙来看，咱来看第1章。第1章的22到23节，第1章22到23节。牧师读的版本会小可无共，这是新的台语的版本。第1章22到23节安尼讲：上帝互万有拢屈服伫基督的骹下，互伊做教会的元首，统治万有。教会是基督的身躯，是充满万有的基督所完全充满的。一只有甲咱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教会是基督的啥物会？身躯。好来，咱来看第2章。第2章19节到22节，第2章19到22节。所以恁外邦人已经毋是出外人，毋是侨民，是甲上帝子民平平做国民，做上帝厝内的人，建立伫先知甲使徒所下的地基顶，用基督耶稣本身做上重要的基础。规个建筑物靠伊来连接结合，渐渐扩大，成做圣的殿归属主。恁甲伊结连，靠信心的帮助，嘛做伙受起造，做上帝徛在的所在。咱倒来看第4章，第2节到第4节。第4章第2节到第4节，保罗安尼教示讲：凡事着谦卑、温柔、忍耐、应听、互相宽容，用和平互相联系，尽力保持信心所赐的合一。身体只有一个，信心只有一个，因为上帝召咱要得到的愿望是一个。咱倒来看第4章，第4章15节到16节，第4章的15到16节，牧师来读。咱反正着用疼心讲真实，伫逐方面用最头的基督做目标来成长，
对于身体的特经节互相连接、相支持，逐个机体发挥应该有的功能，互规个身体长大、硬挺建立起来。咱会发现讲，保罗伫规章的这个批信的中间，伊不断伫教示以弗所教会的信徒，甲因讲一项代志：教会的头是耶稣基督，咱教会就是耶稣的身体。教会就是指耶稣基督内底建立成做一家人的这个所在。教会的徛脚就是耶稣基督，咱每一个人拢是耶稣基督所起造的这个躯体，以及信心的殿。保罗嘛甲圣徒讲，既然属伫耶稣基督的人，拢爱甲咱四周围其他的机体来合一，合做一个身体，就是教会。最后，保罗伊嘛甲信徒讲，这个身体就是教会，爱仰望、爱顺服耶稣基督的这个指示，每一个机体爱互相配合，爱发挥家己的功能，都爱不断来成长，爱来勇壮。最后来到第6章，保罗较讲，当这个身体勇壮大汉，最后就是穿这个属灵的武装。要起来烧战，要起来防守这个撒旦的这个攻击。所以自头到尾，保罗拢是对一个团体伫讲话。保罗讲爱穿属灵军装，嘛是整个的团体，规间教会爱做伙穿这个属灵的这个军装。总是咱会发现，一这中间真奇怪。既然保罗一几个整个批信内底伫讲合一，讲教会爱真做全人类合一的这个帮战，爱帮战全人类来合一。总是这个合一、这个和平，甲军装有啥物关系？穿军装就是要烧战啊，就是要防守啊。这甲合一到底有啥物款的关系？原来保罗即讲的这个属灵的军装，伊的功能，就是要来保护，就是要来维持教会内底的合一。简单来讲，就是要来防止教会出现这个破口，就是要来保护教会内底的弱点，就是保护撒旦魔鬼有空芳来甲咱攻击，来甲咱引诱，来甲咱利用。这个属灵军装，就是要帮助咱、保护咱，无伫魔鬼的攻击下面来跋倒、来丧失。这就是属灵军装的这个功能，要保护咱。以持咱及耶稣基督内底来合一，安尼看来真清楚，教会要来防守、要来对抗的这个对象，就是撒旦甲魔鬼。小共款，咱手头若是有圣经，咱搁一摆做伙来现来看。这是保罗对第1章到后壁一直咧讲的，教会必须爱防守、爱对抗的这个对象。第1章21节。第1章21节，牧师来读第1章21节，保罗安尼讲：所有的统领者、掌权者、管理者、主政者，以及现在甲将来会当称呼的銜头，保罗直接讲的就是这个空中的邪灵。再来第2章的第2节。第2章第2节，第2章第2节，保罗安尼讲：这个空中的掌权者，就是现在伫管辖背逆上帝的人的迄个邪神。咱就现到第4章27节，第4章27节，保罗直接讲了愈较清楚。第4章27节，第4章27节，恁的版本安怎写？不可让杀魔鬼怎么样？不可留地步给魔鬼，不可给魔鬼有地步。一共唔通互魔鬼有空芳通利用。来第5章16节，第5章16节。爱善用机会，因为现今的时代安那邪恶。最后，咱来看今仔日咱所领受的经文第6章
11到12节。咱看 PPT， 咱做来读第11节到12节，咱做来读，请。互恁会徛在来抵得魔鬼遮的诡计，因为咱的交战，毋是抵得迄气的，就是抵得遮的办证书的、遮的长官的、遮的暗示、遮的君王。其实撒旦甲魔鬼是保罗对第1周到最后一周一直咧讲的，这拢是教会必须爱去防守、爱去对抗、爱去预防的一个属灵征战的一个对象。保罗讲，咱要对付的毋是有血有肉的人，乃是遐个无形体，咱无法度掌握、无法度预测的遮个邪神。这个亲像华语的俗语讲的，敌暗我明啦，敌暗我明。咱若是一安尼无注意、无专心、无注意、无警醒咱家己，有可能咱就去撒旦利用，咱有可能就撒旦来搅了，直到咱跋倒，直到咱失丧。其实耶稣捌甲彼得讲过一句话，这句话真有名，我相信咱拢知影。耶稣甲彼得讲：“撒旦安那退去我后壁，闪开！你想的是人的代志，毋是上帝的代志。”总是耶稣伊要对付的是彼得吗？耶稣毋是要对付彼得，耶稣要对付的是彼得，因为彼得的软弱甲即个血气，来利用彼得攻击耶稣的即个撒旦，就是背后迄个撒旦。我要讲的是，有当时咱敢会亲像彼得是共款，咱拢会想讲，反正我伫即个信仰久久啊，反正我逐礼拜拢嘛有来做礼拜，反正我圣经毋知影读过几啊摆啊，反正我一教会内底嘛有足侪服侍，我一定是即个信仰内底真久，应该真知啊。有当时阵，咱会想讲，我一定跟对耶稣跟对足久啊，我对耶稣真了解啊。总是一无意中。是咱无细意、无警醒的中间，咱有当时就会去互撒旦利用，互撒旦试探，互撒旦引诱，直到咱会讲一寡无应该讲的，直到咱会做一寡真骄傲的代志。虽然耶稣伊爱面对撒旦不断对伊的攻击，总是咱知影讲耶稣。自头到尾拢毋捌跋倒，因为耶稣伊有信心同在，伊有上帝话充满伫伊的内底。这是耶稣有信心同在，伊有上帝话充满伫伊的内底。总是我问的，那咱要安怎？咱要安怎？咱莫问咱个人，咱问咱整个团体，咱要安怎？咱这个属灵团体要安怎来预防撒旦的攻击？咱要来预防即个团体无受撒旦的利用，互阮互相来伤害、互相来攻击，甚至违背教会头耶稣基督。咱只是咱来看圣经，咱看保罗安怎甲咱讲，咱爱穿啥物款的装备来预防撒旦魔鬼的即个攻击。大圣保罗伊讲爱用真理当作啥？当作大来下药嘛，对无？爱用正义啥物货？用伊来做护身镜。啊，得请准备好势和平的福音当作啥？当作鞋啊！啊，用啥物货做盾牌？用啥物货做头箍？用拯救嘛，对无？啊，啥物货是咱攻击的武器？上帝话就是信心所守护上帝话。其实咱无必要来讨论讲这个装备穿伫咱身躯顶对一个部位，咱嘛无必要讨论讲咱身躯对一个部位较重要。咱也感觉讲拢低头嘛，啊保护心脏、保护骹手拢真重要，对无？总是一战场顶悬，你任何一个所在受伤，
你就失去战斗的这个能力。伫这武装内底，敢有讲到要保护镜头啊？敢有讲到要保护镜头啊？无嘛？啊，你10支镜头啊，拢无去，拢受伤，你是战场顶悬，你会当创啥？你无镜头，你是战场顶悬，你会当创啥？无法度创啥嘛？所以只要身躯有任何一个所在去互受伤，去互无力，去互软弱去，你就失去整个战斗的这个能力。伫遮，咱若是靠除这个物质的这个器具的话，咱莫讲盾牌，咱莫讲鞋啊，咱莫讲护身镜，这个属灵的军装，剩的是啥？剩的就是真理，剩的就是公义，剩的就是和平的福音，是信心，是救恩，是上帝的话，以及信心的帮助。这就是咱爱穿的属灵军装，真理。公义、和平的福音、信心、救恩、上帝的话，以及信心的帮助。不过，教会到底要去倒落找这的装备？教会要去倒落找这的装备？是讲台顶吗？这个装备是讲台顶吗？这个装备倒位？是6楼办公室？是厨房？还是8楼图书馆，这个装备到底伫倒落？啊是免啊穿起来，是免啊穿起来。其实真简单，无复杂。这个装备拢是主耶稣基督内底来成就。头我咱讲的这个装备，拢是主耶稣基督内底来成就。当咱教会。什么时阵顺服主耶稣基督做头？当咱教会真正做基督的肢体，当咱教会什么时阵学亲像基督相共款，咱就什么时阵将这个军装来甲穿起来。因为咱若是对以弗所书第1章来看到后壁，保罗真清楚甲咱讲，耶稣就是真理，伊就是上帝的话。伊所做的一切，上帝拢看做伊看做好，伊是全人类的好款式。耶稣来到世间，伊嘛是为着人甲上帝和好，以及人甲人之间的彼此相听来牺牲。而且耶稣伊来到世间，伊做了真好信心的模范，伊凡事祈祷，凡事照上帝予伊的旨意来行达。佮主耶稣基督伊所带来即个拯救，确实有来表明上帝对人的疼。通过即个疼的拯救，所要促成的，就是全人类会当合一，会当彼此相听。最后，主耶稣伊伫信心的帮助下面，伊所讲的道，伊所讲的每一句话，拢互人听到的人心拢亲像去互针插着相共款。讲到最后，其实真无复杂，嘛真简单的，就是转来到咱基督徒上基本的功夫，或者读圣经啦。讲到最后，就是转来咱上基本的功夫，读圣经，读上帝的话。你想要顺服基督，你想要学亲像耶稣，你无看圣经是无可能的。你独独爱将上帝的话接入去，你的内底才会有耶稣基督的性命伫你的内面。当耶稣基督的性命伫你的内面，你才会通来穿这个属灵的军装。读圣经嘛，一定爱恳求信心的帮助。无信心的帮助，咱无法度来得到启示，无法度得到亮光，无法度得到感动。嘛无法度真正来明白主耶稣基督。更较重要的是，得到信心帮助的读圣经，要来帮助咱做这个属灵福音的这个工作，就是祈祷。通过上帝的话来祈祷，就是咱上好的武器。咱会发现讲保罗这段话，大家讲煞，爱信徒穿这个属灵军装了后，伊马上互以弗所教会一个任务。
啥物任务？每一个人拢爱为着四周围每一个肢体来祈祷。教会爱为着每一个肢体来祈祷，甚至爱为着传福音的传道人，伊的福音信息的传达来祈祷。撒旦伊正意爱攻击教会肢体，一个一个甲因攻击，一个一个甲因搅了，互因绊倒。传道人嘛是撒旦魔鬼大声要攻击的这个对象。撒旦会通过各种的状况，互传道人绊倒，互传道人无力，互传道人无法度引带。保罗写这张批信的时，伊人是这个罗马的这个监狱内底。保罗伊真清楚，这是撒旦的攻击。撒旦要通过这个帝国的这个势力来甲伊压迫，来甲伊恐吓，来阻挡伊来传福音，传这个促进和平、要互人相听的这个福音。保罗伊嘛真清楚，以弗所这个所在的处境，点是这个所在的信徒，常常爱面对撒旦魔鬼邪神的搅扰甲攻击。因为以弗所这个所在，会当讲或做守庙的城、守庙之城。迄规个城内底拢伫拜偶像，拢伫搞鬼，拢伫行邪术，这个风气非常的兴旺。换一句话，以弗所教会是去互庙宇、互邪神包围的一个教会。今仔日咱桃园教会也相共款。桃园教会就是点是一个庙宇真济，都庙宇包围属灵真正真大的一个教会。我毋知咱敢捌点这个 Google 地图你去看无？咱敢知影咱的教会去互庙宇包围掉的？敢有人知影？头前即间号做啥？关帝庙啊，其实都有4间土地公庙，把咱教会包围掉的。5间庙宇啊，咱教会就是中，咱叫包一中哦。总是这不过是地理的这个位置尔，地理位置而已。更较重要的是，咱要封闭、咱要封锁的，是看袂到的，是无形体，是无法度掌握、无法度这个预测的这个邪恶的这个势力。今仔日咱教会若是无追求属灵的成长，咱教会若是无追求圣洁的生活，咱教会若是无建立一个上帝掌权的国度，咱的建筑得安怎大经，咱的人数得安怎增加，咱的奉献得安怎变济，这拢无路用。是安怎？因为变成咱目前看会到的这个物资，会因为咱属灵的征战失败，这个物件会渐渐消失。这个物件会渐渐消失。属灵的征战就是安尼。咱要固守这个看会去的，咱来对付迄个看袂起，咱来对付迄个看袂起。教会必须爱穿这个属灵的军装。属灵的军装其实甲信性的轨迹相共款。牧师一只考试，信性的轨迹有几粒？是1粒啊9粒？想好清楚啊讲哦，是1粒啊9粒？信性的轨迹敢有1粒啦？总是伊包含9种属灵生命的表现啦。信性的轨迹敢有1粒，伊包含9种属灵生命的表现，相共款。属灵的军装是全套的，无人穿半套的。要顺服基督，学亲像基督，嘛毋是做一半学一半的。军队耶稣嘛毋是对一半，代志拢无做一半，要做就做全套，做好焦整，做好完全，无人做一半。咱若要，咱得完全顺服，全然来仰望交托，来倚靠主耶稣基督，互咱亲像主耶稣基督相共款。而且我要讲的是，这毋是教牧师的责任，
这毋是刚好丢了的责任，这毋是刚好技术的责任，这会上的责任，这会上的责任，全教会的责任。保罗直接讲的是整个团体、整个属灵团体、教会全体的责任。只要有人无专心，一个信仰内底，只要有人伫圣洁的生活内底无去注意，想去放松，想过凊彩，出现破口的时，咱这机体就要开始无协调，咱这机体可能就开始会受伤。咱莫讲传福音。教会本身也是伤痕累累啦，教会本身也伤痕累累，软弱无力，无法度修正，家当画口号尔。就亲像牧师一开始讲的，我是军中，每一届都倒赶来，拢会互阮精神打树对无？雄壮威武，三袂花盖大声，结果倒落去安怎？倒几排？头前花这大声，后壁倒几排？敢毋是？一个属灵的团体教会，什么时阵掠主耶稣基督最头做元首，完全甲伊顺服，真正成做耶稣的机体的时，迄个时阵，咱的属灵军装就一定穿伫咱的身躯顶。咱的机体。咱成做耶稣基督的机体，什么时阵是信心的感动下面，通过上帝话来祈祷，咱就什么时阵会当真正来传福音、做福音的事工。若无，咱若是无属灵的军装，无成做耶稣基督的机体，无顺服主耶稣基督做头，咱有可能拢一直是一个疗养的状态，咱有可能拢一直伫丰收的状态。咱无法度传福音，咱无法度攻击。咱若是指安尼状态，勉强做事工要传福音，只是会表现出咱的软弱无力尔。硬要做，可能只是致到咱的受伤。愿上帝帮助咱同教会，真正帮助咱同教会，爱用主耶稣基督当作武装，穿伫咱的身躯顶，咱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手术互阮同教会遮尔爽快的触体，手术互阮同教会有遮尔济的机体，遮尔济的温素，遮尔济的资源，总是主上帝，阮真正要来预防，要来对付的。是迄个看袂起，是迄个奸诈会甲阮引诱、试探、利用的魔鬼甲撒旦。愿主上帝帮助阮，整个教会每一个人，拢爱过一个祈祷、灵修、读圣经的生活。愿每一个人拢真正掠主耶稣基督，成做性命的头。愿每一个人拢真真正正成做主耶稣的机体。愿每一个人拢要通过上帝的话，为着每一个机体来祈祷。愿主上帝你的神，安尼来充满阮，安尼来保护阮。也恳求上帝差派你的天军天使，围内伫阮四周围，正做阮的保护，保护阮，扶持阮，互同教会属灵的身体会当渐渐生长来勇壮。主愿安尼恩你祈祷恳求，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来吟诗551首，好大好大人基督。为将车起立吟全首。
请坐。奉献，请李正义、黄传俊执事。会众请起立。献诗，咱今日真特别，咱邀请到拉拉山精灵合唱团来给咱献诗。
为咱复兴乡内的阿拉山精灵合唱团，伫昨昏伫展演中心嘛有真好的表现，优美的歌声，感谢上帝。报告。不进前，咱来看今仔日的金句。结尾来讲，恁着点伫主，甲伊快乐的关联来仰仗伊有所书6章10节，请。结尾来讲，恁着点伫主，甲伊快乐的关联来仰仗伊有所书6章10节。结尾来讲，恁着点伫主。甲伊对咱的关联来仰仗，伊有所书6章10节。咱来看报告，后一章第1页、第2页，后一章的服侍人员周间的聚会，加教育部的课程，咱家己来看。第3页，教会小组的聚会。奉献的名册第5页。消息报告第6页。本主日，咱欢迎拉拉山精灵合唱团前往来本会来献诗，来为着伊的事工来代祷。第2，下午1点伫6楼办公室来召开行政部的会议，请部员来出席。后主日为圣角的主日，为来事工来代祷。第2，留举办新任的学年的大的首长就任，请下骹的首长来参加学青柯宏斌、邵启、赖和谦。上午11点30分伫6楼召开财务部的会议，请部员来出席。今仔日伫爱餐的时间会举行消防的演习。第2，陈牧师伫10月13号到16号会代表圣经学院前往日本来考察联谊期间，一个礼拜有张传道来主理。原10月14号的中级会会提早伫10月7号来召开。第3，社区在2班招生第1期社区的弱化班伫9月4号来开始，礼拜2暗时7点到9点30分伫7楼705教室。详细来看海报。具体的消息，本会陈郭阿双姐妹蒙主文调9月1号来举办个别的礼拜清除时间，咱家己注意来看。伫咱教会4楼个别礼拜时间伫上午9点整，9点。本会主秀上弟兄宿主的爸爸伫8月19号上午蒙主文调81岁。9月8号拜六。伫拜六的时间来举行个别礼拜，伫桃园殡仪馆思源厅，同款是伫上午9点，上午9点。教界消息：基督精兵夫妻营婚姻共舞，情绪察觉甲表达10月26号到28号，欢迎大家来参加，必须要夫妻一同来参加。第2，全国客家的基督徒灵修会10月29到31号伫台南的巴克利纪念会馆。以上报告，来请牧师。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真感谢这个拉萨山合唱团技术老师以及其他的一寡老师的引出下面，今仔日来到咱的本会，甲咱做伙敬拜上帝。头仔因所唱的诗歌，其实内底拢是感谢而乐上帝的诗歌。咱一只倒一届，咱来用普声来感谢苏老师，以及咱拉拉山合唱团的这些小朋友。好，我们这个复兴乡的小朋友平安。牧师在这边欢迎你们。我相信你们这当中可能有人已经来第2次了啦，往后希望不管你们有机会来到我们桃园读书也好，找工作也好，桃园教会是你们的家。
欢迎你们随时进来里面，跟我们一同聚会，一同团契，好不好？好，跑啊声。集体相通就是安尼吼，集体相通安尼互相。好，牧师雄雄唔知影咩啦反应，就是但感谢。头个是教界的消息嘛，有讲到啊，真好，是即个圣经行有办即个夫妻的即个成长营啦，吼啊，毋茫咱会当半工来参加，尤其是咱的新婚的夫妇，哦，新婚夫妇会当做伙半工来参加。以上直接做补充报告。上营396首。打马煞过求主赐福。也会将车起立。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信心的相通引带，愿三位体上帝你的神帮助阮，互阮同教会属灵的形体会当长大勇壮，得掠主耶稣基督成做阮的头。阮真实正做伊的肢体，穿即个属灵军装来促成全人类的合一，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祝歌。
祷。平安日，咱互相起立，咱互相来讲，耶稣听你愿你平安。